點解？一鋪過，呢隻牌我想輸美國麻將，我就同你打美國麻將。好，我最中意做莊。做莊未必好嘅。換牌。大家平時過年過節有冇同親朋戚友玩下四方城呢？或者總會聽到碰、上、降、食呢啲聲，冇錯，就係打麻雀。麻雀被譽為中國國粹，但你有冇諗過呢144隻牌到底係邊個發明呢？係孔子、鄭和，定係一班好中意打雀嘅守梁官？今日我哋就嚟拆解一下麻雀嘅前世今生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Take a Lesson 呢個頻道。我 initial 係 TC，你可以叫我做天師。麻雀早期一開始唔係好似依家咁嘅模樣，佢最早可以追溯到漢朝嘅陸博，之後到咗唐朝就有葉子戲，到咗明朝出現咗一種叫馬吊牌嘅紙牌，呢個就係麻雀嘅雛形啦。當時嘅馬吊牌已經有萬、索、子呢啲花式，同我哋依家見到嘅萬、索同其實好似。關於麻雀點樣變成長方形骨牌，有個好出名嘅傳說係同鄭和有關嘅。話說當年鄭和帶住幾萬人去下西洋，喺海上面行幾個月，啲士兵好悶，好思鄉。鄭和驚佢哋會兵變，就攞啲木板出嚟，刻咗條餅萬，風向就變咗東南西北，天氣變化就變咗紅中發財白板，等大家有啲嘢玩，消磨下時間。另一個說法我覺得幾合理，係嚟自江蘇太倉，嗰度係皇家糧倉，但偏偏有好多麻雀嚟偷食。護糧官為咗鼓勵大家捕雀，就整咗啲竹牌嚟計數，銅其實係窗口，索係紮住雀仔嘅繩，萬就係獎金。而麻雀呢個名，據講就係因為江蘇話入面打雀同打麻雀發音好接近而演變出嚟嘅。其實我哋依家玩緊呢套完整嘅144張麻雀牌，大約係清朝同治年間先定型。當時有個寧波人叫陳宇門，佢將各種玩法整合，將紙牌改做骨製或者竹製，加咗花牌，仲定咗4人對打嘅規則。所以我哋依家可以舒舒服服咁坐埋一台，真係要多謝呢位陳生。20世紀初，麻雀經上海傳到去外國，有個美國人叫巴布考克，佢編寫咗英文版嘅規則，結果喺歐美引起咗一場麻莊狂熱。當時啲美國名媛好中意着住旗袍喺屋企開麻雀舞會，覺得呢樣嘢好有異國風情，係一種身份嘅象徵。打麻雀最開心就係大嗌一聲食糊，但你有冇諗過點解一定要湊夠4組，萬子或索子或童子加1對眼呢？點解唔係5組？又點解一定要有1對呢？其實呢套食糊公式係由古代嘅紙牌遊戲，好似馬吊或者碰和牌慢慢演變出嚟嘅。有個講法係打麻雀其實係模擬古代打仗，一個古代將軍帶住4隊兵，每隊3人。呢4隊兵分別代表銅、索、萬、番。將軍身邊要有2個近身保鏢，呢2個就係嗰1對眼。
3×4+2等於14張牌，代表一個完整嘅軍營陣式，少一個都唔得。所以話麻雀唔單止係一場博弈，佢入面仲藏住咗中國人嘅社交文化同歷史故事。下次你摸到嗰張發財或者紅中嘅時候，不妨諗下呢份傳承咗1000幾年嘅智慧。好啦，今日講到呢度，你哋平時打麻雀有冇咩必勝秘笈？留言話俾我聽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大家對內容有咩意見歡迎留言。我係天師，我哋下條短片見。